聖女則濟利亞是初期教會最著名的殉道貞女之一。她出身羅馬貴族，自幼信奉聖教，並始至終身守貞，每星期守齋多次。到了及笄的年齡，父親給她擇配，未婚夫名叫華勒廉，是羅馬的一位青年貴族。在結婚的那一天，則濟利亞一心祈求天主護佑她，保持身心的無玷。晚上，新郎與新娘到了房裏，則濟利亞鼓起勇氣對華勒廉說：我有一件秘密的事要告訴你。天主派一位天使在我身旁，保護我的童貞。華勒廉說：你把這個天使指給我看。假如真是天主派來的，我一定尊重你的童貞。則濟利亞道：假如你一心信仰唯一的真天主，領受聖洗，你就會看見這位天使。華勒廉表示接受。則濟利亞囑他到羅馬城外距亞爾比大道3里的貧人窟裏找吾爾班主教，領受洗禮。華勒廉到了城外的貧民窟，按址查訪，找到了吾爾班主教。吾爾班給他付了洗。華勒廉回到家裏，真的看見則濟利亞身旁的那位天使。天使在二人頭上放了一支花冠。則濟利亞和華勒廉共度守貞的生活，熱心恭敬天主。過了一個時期，華勒廉的弟弟替步爵來訪，見兄嫂容光煥發，室內熏香撲鼻，不由嘖嘖稱奇。問起原因，則濟利亞據實相告，並勸替步爵也歸依真教，獲取永生的榮冠。替步爵也到城外去找吾爾班主教，領了聖洗。自該時起，華勒廉和替步爵弟兄二人全力從事公教敬主愛人的工作，在家裏舉行宗教儀式，並殮葬殉道烈士的屍體，後被人告發，介往宮廷受審。法官命華勒廉弟兄二人向邪神獻祭，就可以獲釋出獄。華勒廉道：我們決不向任何邪神獻祭，我們只欽崇唯一的真天主。法官下令對他們施鞭刑。二人聽了，欣喜若狂。華勒廉對在法庭旁聽的基督徒高呼道：羅馬公民們，你們不要看見了我們所受的酷刑而覺得害怕，你們應堅守信德，寧死不背棄真主。華勒廉弟兄二人介往刑場，斬首致命。有一個官吏見他們這樣英勇，非常感動，當場表示歸依真教，同時執行死刑。則濟利亞殮葬了3個烈士的遺體。官吏派人去勸聖女背教，聖女反而將那些派來的人說服歸奉聖教。則濟利亞繼續為聖教服務，信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他的房屋成為傳教的中心。吾爾班親往他家裏給400人付洗。一個貴族在則濟利亞的屋子裏造了一座聖堂。法官將則濟利亞拘捕，勸他背教。則濟利亞口才很好，不消3言2語，將法官說得啞口無言。人們將聖女關在浴室，燒起烈火，使她窒息而死。燃料較一般的數量加上7倍，誰知燒了1日1夜，聖女在浴室還是安然無恙。一個兵士用利斧將聖女斬首，斬了3次，聖女倒在地上，氣息猶存。信友紛紛前來慰問。聖女違命將自己的住屋送給教會，3日後方才氣絕，遺體葬在聖加里多公墓教宗陵墓的旁邊。則濟利亞遇難的日期傳記各有出入，但不出公元第2世紀至第4世紀中葉的一段時期。聖女為初期聖教殉道烈士的典型人物，她的敬禮很早已非常普及，她的名字列入彌撒經的行祭常典內。聖女遇難的處所建有聖女則濟利亞大堂一座。主曆825年左右，教宗聖巴斯加將則濟利亞的遺體迎往聖女則濟利亞大堂。主曆1599年，使豐但樞機修建則濟利亞大堂，啟觀重殮聖女的遺體，名雕刻師馬德諾在旁，目睹聖女面目如生，身體側睡，仿如安眠的少女，就按照屍體的模樣製成銅像。這尊銅像安放在則濟利亞大堂的祭台下面，像上有雕刻師的題語，照錄如下：此乃童貞聖女則濟利亞之像，與親見其遺容完整不腐，面容如生，
特按狀製成本像，聖女則濟利亞是音樂的主保，因為她舉行婚禮的時候，樂師奏樂，聖女心內唱歌，讚美天主。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對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懼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滿了希望。